来啊，扑到声个拍落去啦。创啥爱拍扑啊啦？因为顶一集你邀请我做来宾，得到真侪回应，真正是足感动的啦。你确定大家毋是咧回应讲咱的主题的关系，毋是因为来宾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无你即摆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来啊，互相听台啊，拢卖录啊，拢卖录啊。好，你去边仔等，我先来开场。喂，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来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是啦，顶回有请后边来分享伊较紧的过程，想袂到，真正是想袂到啊！想袂到，我嘛想袂到，你想要讲啥？喂，好啦，我知影你脑雾啦。我是要讲吼，节目有收到听众的老话讲，佫想要听佫较侪较紧的相关内容呢。哈，佫要讲同款的主题哦。是啊，一概都互咱的听众朋友听够开啦。来，谁开始问？我先迄哦，先互我钱哦。无加钱。哦，顶一集做来宾就忝的呢，讲出侪话，比我平常时主持讲较侪话呢。你嘛知吼，对啊，做来宾无简单。呢，头家你有听到无？要加钱哦，加钱哦。好啦，你去甲头家讲啦。好，安尼听众朋友想讲啦，你无讲着迄，讲着我头壳无，你就头壳去讲着啦。我想要甲你讲啦，就是讲你无讲着迄红叶包的部分。红叶包的部分嘿啦，啊，你敢有去申请啊？是虾米人替你摕？你讲啥呐？啊，搁袂讲着红叶包，你就罢呀。有啦。毋是大家拢爱申请红叶包，无一定啊，无一定是无通报的人才无红叶包吧？是无通报的人才无红叶包。啊，毋是讲，就是迄数量有限制啊。敢有？啊，无就是讲，我已经隔离完啊，红叶包才寄来。哦，安尼就是你通报伤慢啊，伊的面顶写讲你会对有写呢。伊有讲就是伊红叶包，因为因爱处理嘛，处理的时间，伊若红叶包寄来的时阵，你已经。无隔离啊，毋是无隔离，就是已经超过7天隔离的时间，伊就会甲你的红叶包取消。哦，我迄当阵就是伫网络写来通报的，因为我毋是讲阮家人无共款，无啦，拢共款啦，就是有一个 QR code 你来写起哩。啊，伊会问你讲你住伫倒一区，啊，伊过来就是写，或者伊调查了就是会寄红叶包来。啊，伊迄天就是有一天，应该是我隔离的第3天吧，个哩吧，隔离的第3天。等下你住伫迄楼顶啊，是楼尾顶，伊就直接送去你的我问你一个口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邮差？邮差咱敢是叫邮差？邮差嘛吼，台语叫邮差。送批对，你敢知影邮差送物件来的时阵袂敲电话？你敢知影这个代志？我毋知呢，你阮兜就是一楼呀，系啊，啊，伫门口口就会当叫啊，市电铃安尼啊。我嘛是搬来家人，我就知影讲原来是邮差要你敲电话，因为一般我买物件是创啥，咱送来公司也是。就是会文才会文敲电话，拢会敲电话，伊讲喂，迄啥，你敢有伫厝啊？错，我讲有当时我过来就是脑雾，迄当其实我自己才开始脑雾啊，我来袂记讲，我问讲你要送倒位，因为有当时送公司伊嘛会卡啊，有当时送家人，有当时可能我寄物件等于中华有无？迄工就有一个讲伊要送物件，我讲无，我最近无买物件，伊讲你呢，要搞2项啊？然后什么几号迄个？我想讲是咧讲啥？迄中华的啦，我有啦，阮兜有人啦，你入去啦。啊，伊就想讲买物件，甲你卖去哩，迄替阮阿哥拢歹安尼吼。伊可能惊讲我无迄人就无用的，你嘛安尼甲对啦，好啦，好讲倒来重点，佮拖去边啊。伊意思是讲，我意思是讲，毋是伊的意思，伊的意思是啥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邮差送物件来，伊袂敲电话呢，因为进前就是。我不等一个物件，等学校寄来一个物件，结果等2-3天拢无。啊，尾啊第3天，我才看到我的批筒遐大油纸讲，什么已经来2届啊，啊拢无啊，我才但是阮兜1楼无电铃呢，阮迄电铃害去啊，到底是要安怎收啦？就无都收啊，所以就等到第3天，伊就带迄条批，啊，无敲电话去，甲伊讲，你该使甲我放伫迄爱邮箱，爱邮箱的台语要怎讲？我也毋知。你知影爱邮箱是啥无？我无听过。伊的爱就是英语的爱。爱邮箱，就是一个
一台机器，有一个密码，即摆是变做又叫业配啊。这刚才播，这会用过。大概知影你讲的迄物件。对，啊伊就是想安尼。对，啊，就甲伊试密码安尼。对，伊迄手机会发短信互你，甲你讲，就是你手机号码几号啊？你去字迄密码，啊，伊就字好了，伊就喂开，爱物件甲开。我拢是去安领。结果迄工我就想讲奇怪，我写好了后，我写迄红叶包，终身功能的红叶包啊，今日无脑补啊。就是迄红叶包写好了，我想讲。伊若是叫我出去领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想讲伊家敲电话互我，邮差嘛拢无咧敲电话啊，想讲啊，做烦恼。毋知安怎，叫我伫遐等哦。我听做没有恁个会记得，我是当时较紧的无。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、礼拜、拜一的时阵寄来。对。啊，伊拜一寄来的时阵，就有一个人敲电话来，我想讲想，伊写邮差。我就接起来，啊，迄个人就讲。伊要送迄市政府的物件，啊问我伫厝，我讲有啊，啊伊讲你来摕，我讲我落去摕是无要紧啊，但是我是较紧的，我较紧伫厝计。伊讲哈，袂当出门啊。伊讲所以这是迄红叶包，我讲嘿啊，我讲我出门莫摕手机就好啊啦，但是我人行落去，我沿路再消毒啦，看你有要紧无，因为我签收着。伊会讲免啊，我讲啊无你干脆帮我摕起来，伊本来听起来无啥愿意，你知影？我讲无紧啊，看你要安怎啊？啊，伊尾来讲好啦，我甲你摕起来啊，可以门口口就好啊。我讲嘿啊，我门口口有，其实我涂骹有放一个迄人啊，我有甲人啊倒卡，啊，就是想阮厝头家甲我买物件无，买饮料啊是买牛奶，伊拢甲我放伫口顶。我想讲你甲伊放伫迄个人啊顶管就好。结果迄个邮差讲好啊，我放你门口口，伊就走。我门口口看伊监视器，我想讲奇怪，咱无看到伊。结果我拍开时，伊家迄箱等伫门口口诶，开门就弄着伊。啥物啊？那邮差嘛，做趣味。然后就摕两个，我做欢喜呢，随个贴开，想讲耶，总算是收到传说中的红叶包。对，因为我看别人红叶包，我说赞的，我就想讲我都想要啉迄，真期待我想要啉迄，电脑嘛会滚头头迄。你敢确定家人会有？有啊，我迄工看厝边有啊，因为就是你都想要食甜的，因为迄当中无物件嘛。我就想讲我都想要食甜的，所以我就做欢喜甲拍开，叫你知我。规个人起笑呢，起笑呢，我是迄红叶包甲我起笑呢。我你知起笑啦？我内底收啥？你甲你看，来看这个相片哦，做，叫我饲了，叫我饲了。你看这包是叫我饲了？听众朋友，我伫这个来，阮来念一下，阮内底有啥物件？有一包黄的饼，有一包黄的饼，内底就是迄库里姆，伊就是搞迄库里姆甜，一个袂歹，这袂歹啊，一包细包啊，大家开起就使食。啊，过来是泡面一袋5，内底有5个，啊，就是迄肉燥面，这个袂歹，真香。这食这咸咸的了，佮配一袋这个库里姆的饼，我讲这做点心了，袂歹。啊，但是伊是毋是惊我食袂饱哈？因为伊想说，你看这面肉燥面5包对，伊佮加5包迄，这叫啥？发功课哦！发功课，抓掉，哔哔。就一个加5包，就是鸡的面互你。啊，过来就是我拄仔讲这叫饲料。我看到，那我看到是，我用哎呀，就是有迄牛奶粉的，你就是水拉落的迄啦。啊，这完全无味。你看这底啊，这甲迄外口买叫饲料有啥物差别？听众朋友，因就是我一包迄种，就是安尼，规个就是安尼。我毋知要讲啊，我等个相片给你，破袂加，恁才甲你看嘿。你看这是毋叫饲料？啊，过来，伊就内底个放迄2包脆餡，差不多一包有3袋，所以就是6袋。但是我感觉放在脆餡做危险的呢，做危险的危哦，听众朋友是危甲危哦，毋是危哦。就是你若有一寡人，伊毋知想我你送我喙啊，我是毋是挂来就使出去？敢会安尼？敢会安尼？迄是无清楚迄规定的人，才会黑白走出去啊！啊是伊迄红叶包是想讲，我可能有甲人带做伙。系啊。哦，所以我伫厝爱挂喙啊安尼。好啦，无一定逐个拢家己一个大。好啦，无像我安尼一个高大老人安尼，高大少年人安尼。啊，伊个有放一个做世界的本数落啊，放本数落啊哦。对啊，我想讲我7天的本数遐尼济着，放一个遮世界的，够有够。你
你会当甲伊迄甲粪扫挤一个啊，挤一个啊。嘿啊，你讲甲迄粪扫安尼，挤一个安尼啊。我是挤一个，你讲我要啊，啥话啊？我刚刚知影你在讲啥？哪有啊？啊，你又无分心，你是要安怎挤一个？我会使家己先拄一遍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啊个拄一遍，哒哒哒哒，是无影响。听众朋友讲真正听有咱咧讲啥？听众朋友来，你若有听有阮即段是咧讲啥？请你老话甲阮讲，好不好？听有诶，听有诶，无啥物礼物，我寄迄包胶饲料互你食。可能无人要爱哦。无一定哦。啊，若真正有人想要迄包胶饲料诶，拜托诶，你嘛写批来，我寄互你。我面顶佫签名互你，我白白拢签名，我白白拢签名。所以你是想要表示讲，迄粪扫底下伤细哦？对啊，小可啦，小可啦。所以你真正有摕来用？有啊，因为你看，我毋是甲你讲，我迄工毋是甲你讲，我就是有痰，那有痰，啊个流片。我一直蹭片啊，个一直卫生纸用真济配痰，因为我倒伫房间，我无可能去走去便所配痰嘛，所以我一定是先用卫生纸包起来，无你做艰苦一点，个你要出来出去，所以卫生纸也做济啊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你做一碗就大碗的卫生纸，对，我做一个做大碗，那感觉淡薄太过，我原碗大概变成咖喱碗。咖喱碗听起来做多诶，听就没有喜欢去哪一些工商。过来，好，安尼你防疫包的内容拢讲了啊？对啊，是啦，安尼确实是感觉真困扰诶。我嘛是感觉爱啃一寡方便食的物件，亲像迄土豆仁汤啊、八宝糜啊。阮桃园的防疫包拢有哦。呛啥？即摆是呛啥摇摆啥？你有在去较近啊？今年哦。迄当阵比较起来，桃园的防疫包真正是俗过大碗无啦。听讨厌的听众朋友，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遐迄工厂较济，食品的工厂较济。讨厌的听众朋友，才有一个人鼓励恁，无包，迄是有经验的人分享的啦。但是会讲真诶，若是摕着迄八宝糜，我嘛做困扰诶。为虾米？因为我毋敢食八宝糜。迄是你个人的问题啦。嘿啦。拢是你的问题啦。对啦，我问题上济啦。我搁听讲有一个县市有准备迄会咸的泡面，咸的泡面啊，TK 啊！你若收着你安怎处理？迄就是迄啊水涌的疗法啦。人讲就是你惊一个物件的时候，你就是爱大量去用迄个物件，有无？所以你一直食咸的，对，食甲你的脑后都好啊。是病毒的疼较疼，还是食咸的疼较疼？好笑哦！听到没有哈？阮这以上都是讲生笑的哈，毋通伤认真啊！若无阮先甲你回信咧哈，歹势啊！好啦，啊无你就来分享一下你较近的期间拢食啥物好啊？拢食啥？因为我今我感觉吼，就是咱人吼，一个人住伫外口的时阵，迄冰箱随时拢爱放一寡物件，一定爱啊！我好你加在我冰箱，就是我有教阮迄社区的妈妈做伙买物件，顶工迄当就买水饺啊、包啊，啊，要搁进前家己去买什物牛肉面迄料理包。你在食哦，还是你讲烂面？你讲牛肉面？你今你问倒食料理包啊？伊就是一个料理包，你就是迄就是水，你就是水滚了哦，就是迄个底啊，会直接放落去，放落去捂烧了后，这敢叫捂烧，烫好烧，无啊，伊就是迄包放伫遐，对个加热就对啊啦，对啦，就是用水来甲伊加热，啊，过来就再倒落，但是爱先煮面啦，对啊，你面会当要掺会使，无爱掺嘛会使，啊，过来就是泡面啊，红叶包的泡面，哦。我还有迄意大利面，有讲歹点诶，意大利面。因为我最爱食迄，就是迄，哎呦，嗰啲咖喱啊，QQ 迄种面喎，咖喱啊迄种螺旋面啊。你是讲参像一个四修的迄？对，你个会拍广告？我无讲。我之前是会撒一碗，啊，就是用盐水去撒，啊，撒起来我感觉会小可咸咸，啊，放互打。口大伊可能也小可就是表面的薄薄，我感觉你直接薄做好食，直接食，对，小可咸咸有啦，我有迄买迄，我讲他妈豆酱，你拢讲卡加木哟，卡什么？无讲啦，我直接没讲，卡加布，卡加布，
像会直接加客家布啦。我拄则讲客家布是啥？我嘛毋知，我无听过。有啊，用迄客家布哟，用客家布去炒啊。你知影有一个迄阴阳羊肉馆，肉酱哟，啊，我有买过，我安尼讲是毋是伤明显？无哪个比掉？你著迄客家布啊，甲倒落啊，个其实爱买迄啦肉酱的迄种一罐的较好，迄种才有味啊。甲迄一罐的迄肉酱甲倒落，其实都会咸嘛。用迄去温迄撒好的面就会使啊。方便啊，安尼较是方便。重点是好你加在，我伫咧较近迄工有领一箱的卵，24粒。哎哟，有卵呢！我咧讲，我各种是各种还是各种？各种诶，各种诶。哎呀，脑无啊！跟你想要叫你讲啥？我煮做一个迄鸡卵的料理。哎哟，讲来听看卖啊！像讲炒饭啊，炒饭嘿，糜配卵啊，糜配卵配啥物款的卵？煎卵啊，甲就炒鸡卵配饭啊。毋是共款的，一个糜一个饭，你甲我装小的吼。无咧，炒鸡卵爱炒甲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卵，我拢甲迄卵切甲幼幼安尼脆脆啊。卵酥安尼，迄卵酥就是掺一寡。卵酥是用煎的呢。我无法度无用遐济油啊，迄油足麻烦的呢，所以你就是甲伊切互幼幼哦。甲伊卵安用迄煎时安尼，剁，剁幼幼了，油甲下较济。你迄卵就会变酥酥无？用迄酥酥迄水一寡豆油。配饭就做好食啊！还有一个，我以前继续甲你发明的，我细汉时阵甲你发明的，结果大汉了我才知影讲，其实有这项料理。哎哟，是啥物物件？鸡卵煎饭，你有听过？无听过，毋过我咧药可能是迄卵甲伊拍者，加饭安尼落去煎。对，你真巧呢。好啦，凊彩啊，好啊，拢互你讲了啊。敢有做啥物调味？有啊，我著客家布。永远都是客家布个出来。我最爱食客家布的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所以你的冰箱有一罐客家布就对啊。大罐的，一定爱食鹅美。你买别拍广告了？毋是，我要讲有一个品牌的较甜，但是鹅的较酸。日本的有一个菜味，我是无比较过啦。所以大家都吼一定爱啊。讲到这，我奈无煮迄他妈豆炒卵，阮兜无他妈豆，袂当用新鲜的，袂当用迄酒直接炒。好啦，就是安尼尔啦。我就是一个遮尔无趣味的人。好你加在，我好你加在我手迄啊，我加在迄手，你会叫我手，毋是起气毛。嘿啊，我有尾到第6工无就煮饭咧。是哦，因为我手过去迄下烧就做疼啊。对啊，我你加在煮泡面，蛋会紧走。蛋会好了，再摕出来伫电风头前食。哇，够辛苦的呢。对啊，若是厝里平常时有放迄一寡火锅料的人嘛袂歹。但是你喺厝里有放迄汤头迄种迄料理包。阮朋友伊就有放迄汤头的料理包啊，啥物榨菜台语要讲，加掉迄收难啊。伊有放迄头马豆的迄汤头，榨菜敢袂生菜啊？生菜吼，还是咸菜，还是酱菜？毋知。听众朋友，恁的榨菜叫啥物？写批来甲我讲。讲到写批，我要搁一个甲观众朋友，不是观众朋友，听众朋友讲者。听众朋友竟然毋知影讲写批要写去倒呢？毋知影要写去倒？对啊，有一工就有一个人，伊就私信来问讲，小编，请问讲写批爱写去倒位？我讲遮啊，伊讲遮是倒。我讲就是你即马你甲我讲话即个所在，伊讲这对当写批是有写。对啊，我写批来啊。我讲 FB、IG， 就是你私信过来，就是甲阮讲啊。伊就讲。所以毋是爱写去一个，就是一个批箱迄个所在，毋是啦，你莫遮调调好不好？免遮麻烦啦，你遮传过来就好啊，传过来就是敢若你甲我看着尔，好无 ？IG 较少人看着FB 较侪人看着，你若是希望讲较侪人看着你咧写啥，你就传给 FB。你若是敢若想要甲阮讲尔吼。IG 可能才2-3个看到尔，你就写来 IG， 大部分拢是阮家己写。毋是私信是安怎会较侪人看到？你当做一个靠做敢若管理员，敢若一个吼。你爱甲听众朋友讲啊，无你甲伊可能想要甲小编话，伊可能想要甲白边讲一寡互相意爱代志啊。毋通。迄个爱你的，迄个无你甲伊可要写过。迄个爱白边的迄个吼，你写伫咧推特的迄吼，全世界拢知影。有这个代志，对啊。
好啦，安尼问着食啥物，佮有想着一个无问着诶。啥物无问着？佮有啥物无问着诶？就是咱拢毋是在地啊，你敢毋当较分享一下你较近通报诶过程，甲一般人有啥物无共？讲啥物？甲一般人，你拄仔讲啥物无正常诶人？我讲会解释。你讲即条真够问哦，因为我嘛是家己较近了，我才知影讲，就是迄个流程无啥共款。是哦，对啊，你敢知影讲，就是外地人较近，其实回报爱加几啊步。我毋知啊，我也无是较近。我是甲你讲，你告诉你就知啊。就是你一开始我毋是讲，就是你爱先敲电话叫诊所，个诊所敲电话互你。诊所伊确定了，因为医生会看诊，伊会看你迄快胎的迄个结果，还有看你人安怎。嘿对。而且你面顶爱写名，一定爱写名，甲你的健保卡，毋是爱翕迄做歹相。过来翕毋是大家拢做歹啦。你确定？听众朋友，你有迄做好看的，较正经翕起来相片，你起来我看，我要看，我毋信。你会记你甲你迄健保卡面顶的资料，是往起来哦哈。我甲要看你做水的迄哦，我绝对袂互恁看我迄做歹的相片。你继续。过来隔两工，诊所通报了的隔两工，我先收到中华卫生局传来调查的底信。哦。伊就写讲，就是你爱先回报，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中华的，所以你就是伊就先分去中华卫生所。伊面顶就爱写讲，你是毋是伫咧住伫中华？你若毋是住伫中华，爱写讲你倒一区，伊个派去迄区的卫生所。所以过来我就写去中华迄了后，伊就是一个表单，写来了，过来就是第三个，就是家人的迄卫生所。佮写来，伊的卫生所写来，伊就开始调查。伊调查就写讲，就是伊爱问讲。你住伫倒位？你伫倒位上班？我做麻烦的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中华写了，我来写家人，家人写了，伊问我伫倒，我伫台北，我明天爱写台北的地址。对，就爱写迄联络的资讯。家人写了，伊就是通报了，伊就讲你台北这边，因会通报台北卫生所，所以我家己爱先通报阮公司。安尼卫生所打电话来公司的时阵，安尼我咧讲啥？安尼卫生所打电话来公司的时阵，公司才知影，所以我就是爱先，就是爱安尼一直通报。嘿对，过来卫生所通报了后，哎呦，讲出来，加掉，我在用笔的好。过来卫生所通报了后，因的卫生所有个团结资讯来甲你讲，这个 QR code 你要写起哩，嘿，就是红叶包迄个 QR code。所以你看，想要领一个红叶包，爱经过就是个关的有啊。安尼敢是一工就走了啊？对，2工，总共2工，因为你中华迄个写来，因为因是迄。伊毋是迄电子的呢，伊是迄 Google 的表单。伊就讲爱单单处理，单单处理了，伊就是隔两工，就是7度的就下来。7度但是伊就是一个网站，伊就天的了，就跳迄个 QR code。伊这边真正像我拄则讲的有写讲，譬如讲，伊若是因处理的人员到处理迄个隔离包的时阵，你已经该隔离啊，伊就无迄个物件。安尼做无菜诶，你看动作爱较紧诶哦。听种朋友，你若是有较紧诶时阵，第一工就爱你第二工嘛爱手机爱保持啊，就是有通，像阮兜迄一直收无底线，会对呢。阮兜收信有够歹诶呢，伊一工敢收袂着电话，迄种迄要安怎？可能刚才我拢收着啦。啊，毋是住山区啊，都住山顶袂使啊。山顶听讲人信号做好个啊，毋是我，毋是我去骗我啊，无信号，跟你讲骗我。昨天没有问题咧问哦，较紧的啊。有啦，有啥？听讲有收到网友的关心。对啦，讲到这，你无讲我无想起来，就是有迄一寡就是网络顶的关心嘛，嘛有迄实体的关心。什么有做实体？无啦，就是咱毋是迄礼拜录音的时候，咱就写讲真正是仙姑呢，串着。家己插旗，结果随讲就随较紧。迄天有一寡网友就听出阮迄个行动内底的意思，伊就知影讲咱有一个人较紧，但是毋知影是啥。就迄网友啊，就是咧讲你哈，迄个2个字，迄个哈，你要叫我甲你迄拍广告算命，迄是无可能的哈，收钱哦。伊人做好呢，伊之前毋是有寄迄鸡卵糕咱食。对。伊就问我讲，你敢有欠啥物件，还是讲敢有人甲你？就是我要讲啥？敢有人甲你准备啊？怎？伊讲要寄物资互我。我想讲，
但你行来我就枵死啊！而且我搁爱落去楼骹呢，然后这个心都有够对啦，就咱是真有心啦，足感动诶。啊，还有其他网友就想讲，因为阮2礼拜无po迄奇奇怪怪诶寒冬甲绯闻啊，嘿，啊，咱就是拢无啥物资讯啊，迄回网友嘛，拢较无伫回嘛，无出去海巡，啊，网友就问讲奇怪，那小编咱拢无出现。啊，因拢毋敢甲咱交照，感觉足感动，对啊，而且嘛真好笑，就是迄咱隔壁栋的同事啊，嘿，雄雄有人传消息来甲我讲，还个活咧，要枵死无？袂歹啦，真侪人咧甲你关心呢。对啊，听讲各位修理电脑的来，甲你问讲啊，我那个无去啊，恁两个甲因讲，伊上班3工了的，无想要来啊，伊就个登去，像安尼讲，袂讲不是你，我哪安尼讲啦？非得因来讲，我就想要伫厝上班，所以我来个登去啊。讲到这，大家拢知影你就想要伫厝上班呢，像无想要伫厝上班。讲到这，人真正袂当做歹代志呢。是哦，为虾米？就是我因为无一定某一工你做歹代志的时阵，对方熟悉你啊。哦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做足侪歹代志。我做的唯一一项歹代志就是爱着你，真的像是歹代志啦。听众朋友，你无看到伊表情，伊规人讲去，等23秒，等23秒，就是前2工啊。听众朋友啊，阮就是咧讲你啊，迄个听众朋友，伊就是听众朋友诶，就是昨日也是都某一工，就是有一个。就是办公室内底有人伫会谈嘛，我想讲，咱同事向走来甲我叫，讲你要去共拍一个就好，讲创啥，想要共拍就好。啊，结果伊就讲，因为伊知影你较近，我讲伊知影我较近，什么心知我知影较近，全世界拢知影，这外口来人知影我较近，啊喏，咱到公司门口口有搭一张纸，讲这个人较近，你较细致咧。若是要安尼较细致，是你较细致咧吧？不过你吧，我一直就。拢真细致，对啊！你看到我都毋敢甲嘴含讲来，无毋对。啊，结果我想讲是安尼安尼，结果讲咧，无半步，伊是咱听众朋友呢。原来是安尼哦！啊，伊而且伊做趣味，伊讲伊就是咱两个一个伫中华，一个伫桃园，啊伫端安尼录音，无啦，那高水啊，阮来就是一个伫遮乖做伙啦，乖。阮先困到边，喂啊！我就甲伊讲。无啦，阮伫共一个所在录音嘛，白变伫遐，伊讲哟是哦，白变伫遐。我讲我来一个，你要看者我来一个的见面会啊，真歹势，惊着呢。啊，迄白种佮讲爱叫白变来唱歌，都是唱一歌咧较趣味。我惊恁的耳仔会吼，真正是做就一个网友讲要听慢仙头，你晓唱无？我袂晓，慢仙头是迄像唱诶，哎哟，敢是敢若是呢？慢仙头，伤老啊，这慢仙头咩唱？我敢要唱一句呢，不要紧，你唱一句。对你来慢仙头，敢是安尼唱？真正真正啊！你搁录偌久啊？做忝诶呢，我摆搁做后一集啊，这集做到遮就好啊。搁有啥物要问诶？无啊吧？无啊，搁咧拔。后盖你讲拔，爱家己拔一个。好啦，啊，今仔日赶快爱感谢咱后边。替咱家这个节目的来宾回省落来，敢有法度加钱哈？敢会当互我加钱？你去问主管吼，主管啊，我要加钱哦，做忝的哦。好，去问主管，安尼后礼拜就会是真正的出名人啊啦。什么意思？即摆佮讲我无够出名，要甲我吐槽考试。你邀请人来无加钱，佮你讲吐槽无够出名，莫激动啦。什么意思？要来收尾啊？到底是要收尾无？拜拜。真的哦？无啦，记呢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啦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面人，请就问来啦，拢问啦。多谢大家努力。比咧3岁啦，我会比无去啊，所以咧找无，高堂去拢找无，这间房间你莫咧黑白讲好无？对啊，咱休困者敢好？好，到底安尼你继续讲无？听众朋友，感谢咱拄则咧创啥？听众朋友甲你讲录音，这脑部了后，毋是脑部啦，较近了后就是伤忝嘛。阮拄则有休困者，用毋知要安怎开始，啊无唱一个歌好啊，要唱歌，无啦，讲笑啊，即个无要唱歌啊。